在学姐妹折5块钱哦。物价变贵时代，会当省着猛省。7月7日，早环保杯啊买凉的会当现优惠5块，优惠地点包括连锁便利商店，亲像专家 7-Eleven、连锁速食店麦当劳、肯德基，或者是爱啉用手切的凉的，还有连锁超市，亲像全联、家乐福拢算在内。预计全台湾有2万外间门市会当用。不过你若是摕塑胶管啊、玻璃笼、一般纸杯啊，或者是塑胶杯啊，这种一摆性的饮料杯啊，就无优惠。赶快和食品有关系新制度，还有小日前标章，为7月1号开始，无摕到小日前符合标章的食品，袂当阁甲健康两字写伫咧顶的。雪花牛、生港牛，所有加工过优惠肉，为7月1号开始，拢会标示自制肉，而且买加写，敢若提供予爱煮好食经过标记。快台实名制第3轮嘛，伫咧7月开始，同时第2轮0岁到6岁免费来领，嘛拢杀出来，即摆全部取消，起好双好分流，无限制对象随时拢会当来买。若煮预防针嘛真要紧，开放机场居家检疫，航空机组人员和社福照会工作人员会当对家煮第4剂新冠疫苗。加上健保、投保差期限制有关，为本来46级新增加47到51级，投保限制调整了后，嘛为本来18万2千，由原到21万9,500。新版国际驾照7月1号开始用，加一个台湾的字。加上7月中国际旅游补助嘛要杀出来，自由行、大房或者是团体旅游拢有优惠。希望伫咧即马万项拢起的年代，会当省一寡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